嗱，唔講唔知啦，其實阿元我咧有一個嗜好嘅，就係做垃圾佬，即係咧睇下啲二手嘢啦。咁啊，所以如果大家咧中意睇下啲二手嘢嘅話咧，我就推薦你去呢一個 Heart Of。呢個咧係一間日本嚟嘅公司啦，咁係一間二手店嚟嘅。咁啊，台灣咧得台南同埋桃園咧有分店，入邊嘅嘢咧就好多種類嘅。咁啊，由相機、電腦、遊戲機到啲 game 啊、模型啊都有嘅。咁你都可以將啲你用唔到嘅嘢咧就攞去賣嘅。現場咧係會有職員咧幫你做估價。阿元我咧每次去咧都會睇下咧有啲咩嘢可以買下嘅，比起咧睇蝦皮咧更加有一個實際嘅感覺。咁另外啦，介紹一個地方啦，咁如果你想睇啲名牌精品啊，咁我好推薦你去呢一個桃園嘅華泰名品城。咁佢係一個可以退稅嘅 outlet，咁你好似買鞋啊、買衫啊、買啲港女包啊，成日都會有折頭，喐啲咧就3至4折咁樣嘅。咁地方又大又好閒，如果搭車嘅話咧，可以坐高鐵又可以搭捷運，咁啊非常之方便嘅。咁啊講完啦，我行街先，拜拜。